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台南市议会前议长郭信良防指控，甲三地集团提钱协助旗下的能源公司，伫台南的供电厂来通关。检察官透明约谈了后，予伊以30万来交保。台南市议会前议长郭信良的车，偷偷对高雄高检的地下室驶出来。 伊涉嫌匿名的备案，透明问为了后30万交保。我要了解，你甲这件案件有什么关系吗？我无关系，我是证人。伊是郭信良的助理，面对镜头强调侦查不公开。同款牵涉到这件案件，阁有三地集团姓郑的董事长。我们只是来配合调查。交保出来，面对镜头拢极点点。 强调侦办这件案件，怀疑郭信良涉嫌甲三地集团旗下能源公司伫台南的供电厂斗相共通关，敢若有收人的好处。牵涉到案件的，阁有一个用造厂洗罪业者。检察官问为了后，因为因三人拢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等的罪嫌，郭信良30万交保，另外2个人20万交保。 是讲透早等下到伊服务处，无看郭信良的人，要求我们所有的公员一定要恪守这个廉能清廉的政治啊。那但是对于其他的人，我们不是我们约束的范围，所以我们尊重司法，是希望司法秉持勿枉勿纵的精神。三地集团最近伫南部计划开发几6件开发案，其中一件是计划伫凤山起都林场，也毋过地方强烈反对。那有特定的开发。 包括着建安的第三开发，甲全台湾各6间客运的经营。如今检调承办着供电产业，疑似牵涉着不法集团姓郑的董事，甲台南市前议长郭信良拢总互约谈。案件事实到底是啥物？专案小组嘛要继续调查。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